歡迎收睇蛋撻 TV， 我係楊如詩。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接獲北京賀電。佢回應，希望呢個係重新營造兩岸和平氛圍嘅開始，並承認九二共識，承認台灣人係中國人。言論即刻引嚟自由時報猛轟，話國民黨準備狂打紅帽牌衝2026選舉。但係轟完之後，係咪反而暴露咗一件事？支持統一嘅聲音喺島內真係越嚟越有市場。今日我哋唔講口號，同你拆解鄭麗文當選背後兩岸民意點樣靜靜起革命。多謝如詩，鄭麗文今次當選，某程度上反映促統聲音喺島內真係有市場。就連自由時報都急急出稿，話國民黨準備喺2026、2028選舉狂打紅帽牌。雖然鄭麗文即刻否認，但唔爭得嘅係支持統一嘅論述。而家似乎越嚟越多台灣人覺得有得諗，呢個正正係今次鄭麗文當選嘅暗湧同背景。北京賀電唔止祝賀，更係統一風向球。北京今次閃電發出賀電，表面係禮節，實質係一場精密嘅民意測試。賀電內容強調民族復興同兩岸一家親，講穿咗就係想試探台灣社會對統一論述嘅接受度。尤其係鄭麗文屬於藍營內被視為理性務實嘅人物，北京借此放出風向球。若連藍營都敢接招，下一步係咪可以推動對話？紅帽標籤點解開始失靈？自由時報狂轟國民黨想用紅帽牌搶選票，但呢招而家仲有幾靈？好明顯，唔少台灣人開始體驗抗中保台疲勞轟炸，經濟依賴大陸，青年西進求職，兩岸婚姻普及，現實生活同大陸根本切割唔到。紅帽過去可能嚇到人，而家分分鐘變狼來了。鄭麗文回應賀電，某程度上係俾北京一個信號。藍營內部確實存在可操作嘅促統槓桿，若果佢後續推動兩岸務實交流，譬如重啟觀光、農產品輸陸，唔單止可以累積個人政治資本，更可能逐步改變台灣社會對統一嘅恐懼感。北京而家就係放長線，等鄭麗文用行動證明統一唔係洪水猛獸，而係可討論嘅選項。多謝吉米。鄭麗文接賀電，猶如接咗個兩岸關係溫度計，佢未來嘅一舉一動都會被北京同台灣社會放大解讀。若果佢成功喺抗中疲勞中打開務實對話空間，歷史或者會記住兩岸融冰可能就係由一封賀電同一個肯接招嘅政治人物開始。你點睇鄭麗文同北京嘅互動？留言話我知。蛋撻 TV， 我哋下次見。蛋撻 TV 有意思，同你笑住傾時事，開心 share 一齊睇，食住花生地。